商场出事仅隔3天，网易文团队紧急叫停见面会。7月2日，网易文工作室发了一条简短通知：7点4品牌线下活动取消。雷铁是没卖惨，没借机立人设。距离西安赛格商场商户负责人坠亡仅隔3天，原定在那里办的粉丝见面会筹备了近1个月，团队评估后直接叫停。要知道，这场活动品牌方提前1个月就在筹备，场地搭建、物料制作，品牌方的前期投入，再加上临时取消违约金，少说6位数。但工作室只说活动取消，就把这篇翻过去了。后援会同步通知粉丝无需再前往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这件事儿很快上了热搜，评论区的声音却不太一样。有人觉得在风口浪尖取消活动只是常识，没必要特意夸赞；更多人指出，对的事儿不是每个人都舍得割肉去做。这件事儿真正值得被看见的，不是所谓的格局，而是清醒。在公众情绪面前选择退一步，把商业利益往后放，这份体面在今天的娱乐圈依然稀缺。你怎么看这次取消活动？评論區聊聊。係我，如果有多張船飛，